今日就嚟東京站搭 JR 去京都啦，仲未出到條線喎，等一等。東京新幹線真係犀利，入咗閘口之後咧，仲係極之繁盛嘅商場嚟嘅，已經入咗閘噶咯。大家終於知道去呢個新大阪方向係呢個19號月台啊！原來要知道自己去邊個月台呢，最緊要搞清楚自己搭邊條線。例如我哋係由東京去京都嘅話，我哋就其實係搭東海道新幹線，要去買咗嘅指定座位。以防止其掉落。擺大型行李呢，要特別 book 最尾呢排位嘅。今日落雨啊，相當準時開車。而家到咗箱根啦，仲係天色昏暗嘅，一路都係。靜岡啊！而家去到蒲郡市啊，向名屋方向。而家速度去到280幾個 km/h 屋啦。落車啦，嚟到京都站啦。車両前です。14番線到着の電車はのぞみ27号新国丸見1号線と2号線です。京都月圓同十輪寺都滿開啦，晏晝去酒店 check in 就差唔多啦。